其實未入門口之前，第一眼睇嘅唔係話靚唔靚，而係佢屬於咩年代。因為年代會話俾我知下一步會拆邊度。咁英國咧有唔同時代起嘅樓咧，建築方法同常見問題都唔同。我由1分鐘將佢拆成5個階段，由 Victorian 講到去 New Build。Victorian 啦，你會見到好高嘅樓底，有個大嘅 bay window、煙通 terrace， 但唔係諗佢幾有英倫味，而係睇佢會唔會潮濕啊。solid wall 屋頂木地板同以前改嗰啲咩咧，都可能會影響保溫啊、energy consumption 等等嘅問題。去到1930年代嘅 semi 咧，通常咧你會見到空間同個花園都幾好嘅，但我會特別留意個 extension 啊、屋頂、外牆同埋排水等等有冇特別嘅滲漏問題。80年代到2000年代咧，保溫同個窗咧通常就現代啲，但係間屋咧你會見到開始細㗎啦，改建嘅彈性咧都未必會咁高。至於 New Build 咧，新嘅唔代表冇問題，我反而會睇佢個施工質素啊、通風啊、保溫啊，同埋做足個 securing。所以年代本身咧就唔係話個答案，年代真正嘅作用咧係提醒你下一步應該拆啲乜，而且外觀只可以估大概嘅年代。譬如你話一間1930年代嘅屋咧，其實佢可能已經經歷過換個窗啊、換個屋頂啊、起過一個新嘅 extension， 甚至乎係拆過牆。Follow 我呢個 channel， 我會講更多英國投資物業嘅真相俾你知。